叫得。Let it go. Rebound.15號啊，15啊，15三發。你計得啱啱㗎？啱啊！先係3萬啦，你男仔啫。36咧，36有冇啊？36冇啊。而家幾多比幾多我俾你嚇死我嗰下。哎呀！啊！唔緊要，good 啲啊，OK 啊。OK 啊。插板啊，頂呢個肺。仲有5分鐘。
咪。之後把聲仲沙沙地嘅。OK，一球，慢慢嚟啊！啱啱得等等。3號，pushing。白色暫停。陣間係個球喺依度開始先定依邊開始先啊？咩？個波會喺依邊開始。唔係因為咩啊？time out啫嘛。我知係啊，咁攻呢邊咯。我要跟翻啊嘛。啱白色牌。我跟翻你個波喺呢邊開，我咪去呢邊先咯。黑色喺呢邊開，攻喺呢邊開。咁即係陣間喺呢邊係嘛？咁我擰翻過啲啦。搶上。你嗰隊水報手。哦，估到。你哋多兩球難切㗎嘛？我球冇進攻啊！嗱，陣間咧，男仔嗰邊學習下，好單揀，超單揀。易啲啊！嗯。咩底線？我掉。白色，黑色18。白色啊！點解啊？球員8秒進攻。仲有2分鐘。15號。15號4發。黑色偏拋3次。18啊！佢哋紅色18。入咗先唔得。係咪入咗就可以撳啊？入咗係。唔好啊！唔好犯規，嗰個。錯。打啦，籃板。20啊！3分啊！最後1分鐘。唔好遞球啊！喂！出翻！哎呦！好唔冷靜啊，大佬！我跌啊！你揸啊！攞返，繼續。30秒。
心嘅，冇心嘅。幾秒18、 ？18秒，18秒做一球啊14、13、10秒。冇人搶板嘅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。